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振兴券，政府已经有具体方案，无要发现金，是要让民众开1000换3000，而且无要排付，也就是讲过大名嘛通安领。若中价收入户唔免先开1000，直接就要发互因。振兴券领取的方式有电子券、嘛有实体券，要尽量做到好领好用。6月初会正式来公布办法，暑假期间开始来实施。爱消费者提钱出来，互店家当重新回购，疫情前的买起，政府计划发放振兴券，消息传几啊个月，这笔钱安怎发？即马更较具体。初步规划要直接分钱，必须要开1000换3000，民众也是真期待。反正有钱了，好像都不错。最主要是要让你的钱变大，你的消费的金额也能够变大。编400亿的预算，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希望把钱变大，中价收入户甲弱势族群的有机会免费体，嘛无排付限制。不排付，对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拿郭台铭董事长做指标。国发会主委姜明熙嘛透露，领取方式有3+1。实体券发放有邮局、超商嘛无排除，电子券有信用卡，加上行动支付加电子票证，发放方式更加多元。我习惯拿纸本的。年龄层不同，大家对于消费习惯或者是支付方式都不同。除了电商免费买以外，振兴券社会当讲无限制，坚持好领、好用、好刺激3原则。预计6月初公布办法，就看是不是当有效刺激类似，提高消费意愿。